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参加青年论坛，有学生甲问讲，中国敢会拍过来？伊讲无论因敢会动手，拢爱准备好势。因若顶一日伊提出一条2500亿军购的特别预算，那边两党邀请伊去立法院报告。赖清德讲，只要朝野有共识，都愿意去报告。 赖清德总统上任了后，第二摆参加12所办的总统甲青年论坛，甲37间高中超过230位学生交流。伫现场问答的时阵，学生是小钱提问。想先参加哪一种国际组织？关于台湾安全的啦，我们应该要优先加入。第一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，更清楚了解台湾海的实际风险与强化国防。 和维持和平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希望呢，两岸能够透过交流取代围堵对话取代对抗，然后呢，能够发展出两岸和平共荣这样的目标。 另外，当主办单位对561个网络提问抽出4个提问，头一个就是中国敢会拍来的。赖总统讲，这是身为总统上该关心的。我不是说2027年。 那一年他要动手，但不管他们有没有动手，我们都做好准备。赖清德也讲到，国际社会讲，2027年中国要做好强大准备，临时2027年动手。这部分和部分的媒体甲民意代表误解，不过不管安怎，拢要做好准备。另外，伫论坛进前，赖总统更加亲身讲，国民党甲民众党邀请伊去立法院说明1.25条国防特别预算。如果朝野党团有共识。 又符合宪政程序，我愿意到国会就国政方针以及国防特别预算向人民报告，并且争取国会的支持。伫听取学生对着媒体的识图做提案简报了后，赖清德也讲，这类少年人拢搭伫演算法这个恶魔发起的铁幕内底，控制自由论辩的能力。台湾面对这个歹处边，必须采取更加多作为。因若教育部所做也无够，学生建议的多元说法，请教育部参考一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